大家好，又係順德光頭話嘅時間啦，今日主要咧同埋啲網友分享一味，分享一味咧就係啤酒鴨啦，執隻呢隻係屬於青頭鴨嗱，依家開始水隻鴨先水好隻鴨啤酒鴨咧就主要有八角啦、香葉啦、薑片啦、蒜啦、香芹啦，一隻鴨啦一隻啤酒啦咁先咧就摸我哋啲鴨啲薑啦、鹽啦、豉油啦。有啦，揦揦嚟嘅，揦揦嘅，揦揦嗰啲就醃咗啦，開始醃咗香佢啦，OK 咁嚟，開始佢呀醃咗先，咁啊，再去把薑片，睇下加埋啲香葉啦、八角啦、薑片啦，仲有收到佢。好啦，依家我要加啤酒啦，加埋啲啤酒落去，一支啤酒到OK 啦。咁加啤酒之後咧，收慢火，慢慢熬佢，熬嗰啲鴨味，嗰隻鴨味，一支啤酒就 OK 啦，大概咧就係10分鐘左右OK 啦，10分鐘左右慢慢收慢火，慢慢熬佢，10分鐘左右就 OK 啦。好啦，應該夠時間啦。OK， 今日跟住加埋啲蒜啊、西芹咁加埋上面再分完鐘咁咪 OK 啦。好，就同呢度好啲，大概分完鐘嘅你會 OK 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呢個啤酒就完成啦。好，抽佢出去試先。開始開 ，OK 啦。哇，睇到好香菜喎。多謝觀看我嘅網友喜歡啲微餸呢，可以幫到喺屋企試試，係嘛？都係好簡單咁多啲點我留意一下時間過得真係快，又係咁拜拜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